13章，当迄一日，耶稣对厝内出来，坐伫海边，有真侪人到伊迄位聚集，伊只得上船坐落，众人拢徛伫岸顶。伊用譬如对因讲真侪道理，讲有一个夜井诶，出去夜井。夜诶时阵，有鹿伫路边诶，白鸟来食真啦。有鹿伫土茎石头堆顶诶，土既然无深，步影真快。日头出来一个拍，因为无根就孤单啦。有鹿伫刺皮内，刺皮发起来，将伊溃掉。搁有鹿伫好土内就结实，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，有耳孔通听诶，就应当听。学生进前来问耶稣讲，对众人讲话，为什么用譬如呢？耶稣因讲，因为天国诶奥秘，只互恁知影，无互因知影。凡若有诶，搁要加互伊，互伊有剩；凡若无诶，连伊所有诶也要抢去。所以我用譬如对因讲，是因为因看也看袂见，听也听袂见，也袂明白。伫因诶身顶，拄拄应验以赛亚诶预言讲，恁听是要听见，却袂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袂晓得。因为这个百姓油看了心，耳孔发动，目睭合地，惊了目睭看见，耳孔听见，心内明白，挖过来，我就医治因。总是恁的目睭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；恁的耳孔也是有福气的，因为听见了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从前有真侪先知甲义人，要看恁所看见，却无看见；要听恁所听的，却无听见。所以恁着听这个夜景的譬如，凡若听见天国道理未明白的，迄个恶者就来，将所压伫伊心内抢起来。这就是压伫路边的，压伫石头地顶的，就是人听道理，当时欢喜领受，只因为心内无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到伫围道拄着患难，也是受困迫，连边就跋倒。压伫刺皮内，就是人听道理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路，钱财的迷惑，将道理溃掉，袂为结实。压伫好地顶的，就是人听道明白啦，后来结实。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。耶稣搁用一个譬如对因讲，天国亲像人也好种伫田里，到伫人困的时阵，有对得来，将皮压伫麦的内面，就行啦。到布影吐穗的时阵，皮也显出来。参主的奴仆来甲伊讲，主啊，你毋是也好种伫田里吗？对得落来的皮呢？主人讲，这是对得做。奴仆讲，你爱阮去抠出来吗？主人讲，不必，行了抠皮，连麦也飞出来。用阮这两项做一个大，等到收成。当收割的时阵，我就对收割的人讲，
大声将被哭出来，困真困，流得烧，只有肉就收伫床内。伊搁说一个譬喻对因讲：天国亲像一粒的芥菜种，有人摕去种伫田里，这原是百种的内面第一穗，等到发起来，却比逐项的菜拢较大，搁真做树，天顶的白鸟来歇伫伊的基顶。伊搁对因讲一个譬喻，讲天国亲像面羹，有富人人摕来放伫三斗的面的内面，直等到全身拢发起来。这拢是耶稣用譬喻对众人讲的话。若无用譬喻，就无对因讲什么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讲，我要开嘴用譬喻，将创世以来所蕴藏的事发明出来。当时耶稣离开众人入厝，伊的学生进前来讲，请将田里配的譬喻讲互阮听。伊因讲，迄个也好种的，就是人子；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的囝，配就是迄个恶者的囝，也配的对敌就是魔鬼。收割的时阵，就是世界的路马；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皮抠出来，用火烧，世界的路马也要安尼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将一切互人绊倒的，甲做歹，对伊国内拣出来，血伫火炉内，伫遐的确要哀哭切齿。迄时义人伫伊爸的国内，要发出光来，亲像日头一样。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应该得听。天国亲像宝贝，藏伫地内，人拄着就将伊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个地地。天国搁亲像买卖的人，找好的珠，拄着一粒重价的珠，就去变卖伊一切所有的，买这粒珠。天国搁亲像网野伫海呢，聚集逐款的水族，网就满了，人就拖上岸来坐落，拣好的收伫器库内，将毋好的迄甲。世界的路马也要安尼，天使要出来，对义人中将歹人分别出来，血伫火炉内，伫遐的确要哀哭切齿。耶稣讲，这一切的话，恁拢着明白嘛？因讲，阮明白啦。伊讲，凡那文书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亲像一个家主，对伊的库内摕出身旧的物件来。耶稣讲完这个譬喻，就离开迄位，来到家己的家乡，伫会堂内教示人，甚至因拢稀奇讲，这个人对倒落有这等好的智慧甲圆能，这毋是目炝的囝嘛？伊的老母毋是叫玛利亚嘛？伊的兄弟毋是叫雅各、约瑟、西门、犹大嘛？伊的小妹无拢伫咱遮嘛？这个人对倒落有这一切的事呢？因就厌弃。耶稣对因讲，大半先知除了本地本家的以外，无有无互人尊敬的。耶稣因为因毋信，
就伫遐无做行圆灵。